某幼儿园爆出男老师对4名女童生狼照，虽然检调已介入调查，但仍无法平息家长和外界怒火。婚后育有2子1女的艺人隋棠就在脸书直言，自己看到相关新闻后真的很爆气，并痛斥范闲下三滥。此外，他还自曝童年有段义间常做出诡异行为，提醒家长要多留意孩子反应，避免憾事发生。国内近日虐童案频传，继某托婴中心爆出虐婴后，高雄日前又传有狼师涉嫌猥亵女童，消息曝光引发轩然大波，让各界愤怒不已。对此，隋棠今31日在 PO 文指自己收到许多妈妈寄来的信，希望我关注最近不停有幼儿园虐待小孩、猥亵小孩等下三滥的事件，真的看得很爆气。隋棠透露，母亲每次看到类似案件，就会提起她就读幼儿园时发生的事。那时我刚进一间幼儿园，每次回家后一开始都还正常，但越接近晚上我就越要一直找东西玩，很怕去睡觉后醒来就是天亮要上学了。加上到了早上好不容易被放上爸爸的机车，车都已经发动往前跑，我也死命要爬下来的这些奇怪举止。隋棠接着说，爸妈当时观察了3天，觉得越看越不对劲，无奈当时监视器尚未普及，实在无从得知详细原因，但他们仍决定马上替他转学以策安全。他也提醒网友、家长们真的要细心留意小孩发出的求援讯号，因为他们的反应最真实且直接，若能及时察觉，就能避免类似憾事发生。